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搁来到目仔 Watch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生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心毋忘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利差交易，啥物叫利差交易？这是咧博两国利息相差相大时，有金融操作的空间。这种操作程序爱先借利息低的货币，摕到钱了后，搁去借利息高的货币，刷落来，逐期摕利息高的存款收入去缴利息低的贷款支出，剩落来就是你的利润。毋过，这种操作嘛毋是无风险。利息差的利润有可能互两国之间的汇率变动吃掉。简单讲就是赚利差，了汇差。基本上，高利息货币落价几率低，毋过嘛有可能会大落，无人讲会准。譬如来讲，全世界上流行的操作就是借日票寄美债，因为日票利息低，美元利息高，有操作空间。伫台湾嘛有同款的情形，借台票寄美债，台票的利息2%外。目前伫美国4YY 4%外，投资级的殖利率6%外。非投资级的殖利率7%外，债券的级数愈低，代表债券发行单位欠钱无还的几率高，债券的持有者要求的利息会较高，这就是所谓的信用利差。就有台湾人去银行借2%外的房贷，摕到贷款的钱了后，搁去买6%外美债 ETF 00937B 群益 ESG 头等债 20+， 甚至搁摕00937B 去证券公司抵押借钱，开杠杆买美债，一押再押数解，贴债操作，大概100万的本金会当操作到300万的美债。2025年5月初，美元换台票的报价大落10%，直接对32块降到29块。因为汇率的报价是相对的，美元大落10%，就是台票大起10%。问题来啊，是安怎台票会大起？根据台湾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阿伯的讲法，是出口厂商大量对海外汇钱转来买台票。虽然嘛有外资炒作台票的乌影，毋过上主要的台票买盘是台湾出口厂商。利差交易贴债操作，千算万算，毋值天一画。伫台湾交易以台票计价的长期美债 ETF， 因为台票大起，造成 ETF 大落，害足侪买长期美债的台湾人受伤严重。以00937B 为例，台票大起10%， 00937B 大落10%，报价直接对 15.1 块降到 13.6 块。所以，奉劝伫台湾做利差交易贴债操作的投资者，除了要注意美国10YY 的变化，
嘛要注意台票计数的走向。最后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再会。